鐵藝文核心，就為發展策略，坐擁世界級商業零售酒店配套，展現西南九龍務關潛力。其實不少的意向人士呢，均表示看中項目貴為西九龍近10年一遇的罕有大型。我們將於下周上台，售樓說明書推售的工作呢蓄勢待發。謝謝大家。信號可以到達港鐵嘅南昌站、荔枝角站、長沙灣站，可以話咧係盡享3站巴士嘅優勢。另外咧，值得留意嘅就係 Sterling 銳景咧，亦都係受惠於高鐵網絡嘅發展啦，融入大灣區嘅1小時生活圈，盡享雙城生活之便。市場波動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，然後呢，加息呢，目前來說是美國聯邦利率也是維持不變，包括香港的銀行的定期的息口呢也是維持不變，我們認為還是十分的正面的。我們有信心，不管是市場是否波動，我們項目總會對市場帶來吸引力。嚟緊發展嘅其實區內有超過差唔多1000萬嘅商業發展面積，咁都係有潛力嘅。景之天，靜物之至 The Sterling 銳景。我用智力，衝擊number one。